你看光碟片好的坏的，那差这么多，那为什么会变这种颜色啊？那泡到水了，那天气热高温了。你看，这是塑胶片，然后再加一层薄薄的那个镭射头可以读写的那种。这一层薄薄的是什么材质啊？竟然可以储存很多东西耶！放电脑里面，正常可以播放，可以看影片、看图文呢。资料光碟看图文影片，影片的就只有看影片，音乐的就只有听声音。看，这样反光会有七彩颜色的，像彩虹、红橙黄绿蓝靛紫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你看七彩。神奇的啊。